台北市的公共脚踏车 U-Bike 对2月28开始，搁要恢复做前30分钟骑免钱。外面将是颠倒的行这车会愈来愈歹招。市长周万安是表示，今年会拍算搁要6000台车，卖增加人数检讨调度，尽量让大家拢少会到。U-Bike 的站点真多，做就真方便，真侪民众拢真介意骑。台北市长周万安亲自宣布 ，U-Bike 又有前30分钟免费优惠，将会自2月28开始。有民众讲以后会考虑骑脚踏车，因过也人担心招袂到车的情形会更加严重。有可能这边会比较严重，就人比较多的地方。1个月1、2次会遇到租借站没有车可以借。像我如果这边要到象山，其实也蛮近的。可是走路又有一点距离，那如果有能够骑一个脚踏车的话，也蛮好的。为着要做到2030，台北市减碳40%，一个日定运输使用率70%的目标。U-Bike 也公布启动扩增规模的计划，因为民众担心无车通招的情形，周万安讲会扩增规模加量能，也继续监控每一个站点做招的情形。车辆的增加，在今年我们就会增加6000辆，公馆附近这边的建车率，有时候会不到90%，所以这都是我们接下来增车会优先投放的站点。台北市政府这边跟我们有建立一个监测平台，针对场站做逐站的建设率的监测。到2月28号为止，我们的人力的部分在台北市是266位。针对前台北市长郭文铁批评 ，U-Bike 当初的设计是希望交通使用，唔是休闲使用。若是蒋市府要改设前30分钟免费，一定要有一个政治论述。周万安回应讲，每一项政策在咧推出的时阵，拢有政治的目的。这种减碳是即马全世界趋势，台北市更加应该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